OK，大家好啦，咁就歡迎嚟到我哋10月份嘅一個 MMM 啦。咁循例就同大家都年尾啦，就講翻成個環球股票指數 year to date 嘅一個表現先啦。咁其實咧，今年升得最勁嘅咧係離我哋最近嘅，亦都消失咗好耐嘅一個股票啦，就香港恒生科技指數啦。今年升咗44.7%嘅，算係基本上 all round 嚟全球嚟講做得最好嘅一個股票指數啦。而第三名亦都就係恒指啦，33.9%嘅。而恒生國企指數都係落後少少，31.1%，就冇之前話主要集中喺即係恒國企方面啦。開始今年咧就炒翻啲科技板塊啦。咁首先大家可以留意嘅就目前其實市場港股方面啦，唔止 A 股啦，其實個焦點都係擺喺科技啊、AI 啊、半導體呢啲板塊啦。咁目前如果環球咁睇呢個市場嘅，其實 OpenAI 呢一個就係研究 ChatGPT 出嚟嘅公司咧，其實佢嘅估值已經去到5000億美元嘅啦。咁亦都有同韓國多家嘅芯片製造商達成協議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其實今年其實亞太區嘅一個股票指數表現都係唔錯嘅，就包括韓國啦，韓國就第二名啦。而日本亦都係有一個都幾良好嘅升幅嘅，即係雖然上年升咗好多啦，今年其實都係見到佢繼續開始繼續慢慢創翻新高，繼續升上去嘅。咁中國方面啦，亦都有呢個中芯國際啦、華虹半導體啦，亦都係最近呢8、9月份升得非常之厲害嘅，甚至翻咗一個 double 咁滯嘅華虹。而應用方面啦，阿里巴巴啦都係暫時係佈局緊中國同埋 AI 主題嘅一個首選啦。咁 JP Morgan 嘅最近咧就將阿里巴巴嘅目標價升到245蚊啦。咁另外其次咧就係受到呢個 OpenAI 嘅 Sora 2推動嘅快手啦。咁佢其實就自己出咗一個視頻生成嘅大模型咧。咁呢個叫做快手可靈2.5 Turbo 模型嘅。咁就其實喺呢個測試入邊咧，其實係登咗個即係圖新視頻啊、紋身視頻呢啲賽道入邊咧，係做咗榜首嘅，係超越咗Veo3啊、Way3呢啲模型嘅。咁而除咗啱先嘅 AI 板塊之外啦，亦都今年有個升得比較好嘅就係小米啦，小米1810，但係佢今次出現新手機啦，小米17之後咧，反而係下跌咗10%嘅，而亦都見到佢暫時小米同雷軍啦喺中國市場咧面臨越嚟越多嘅批評啦。咁就民眾一開始就支持佢，非常支持佢個貨製造啦，但係開始慢慢對佢嘅產品咧，亦都係有越嚟越多嘅質疑同埋批評啦。咁就令到小米嘅股價咧有啲企唔穩嘅跡象嘅。而除咗科技啦、AI 啦，咁亦都有另一個比較重要嘅。怎麼啦？OK，咁講翻呢邊啦，呢邊就講翻機械人啦。機械人方面嘅話，其實就Tesla 啦嘅第三，咁就領先嘅就係比較即係領先科技啦，都係集中喺美國嗰邊啦。咁佢嘅第三代人形機械人咧，出年就會量產噶啦。咁 Elon Musk 其實呢邊預計咧，要2030之前咧，亦都會實現年產100萬部嘅目標啦。咁根據Morgan Stanley 嘅估計咧，其實目前全球大概55%機械人咧，其實都係中國生產嘅。咁暫時嚟講，其實China 呢方面啊，無論係喺誒機械人啊，或者電動車方面啦，佢嘅製造業咧依然見到佢有個出口替代嘅功能非常之強勁啊。係啊，即係雖然可能佢嘅科技啦未必夠 top 啦，即係佢最高端嘅產品可能未必夠誒。即係殺輝啊，即係機械人定電動車方面，但係佢個造價實在太平啦。咁即係如果一件產品如果喺中國製造同埋 Made in Tesla 咁樣，但係佢嘅價錢可能佢嘅性能啦就爭即係80%左右啦。咁但係佢價錢可能平一半嘅咧，咁可能亦都係會令到成個中國嘅成個供應啊，即係喺嚟緊機械人啊、電動車啊，包括嚟緊佢而家出緊嘅芯片製造啦，咁亦都係支持國貨替代呢方面啦，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躍進啊，咁所以市場即係全球嘅競爭力都係非常之大嘅。
咁而除咗呢三個比較重點板塊啦，都講翻金融板塊啦。金融板塊其實上半年都升得非常之勁嘅，但係其實最近咧開始有翻啲轉勢啦。咁始終都係之前升得太多啦。咁同埋券商股咧，亦都係會有可能會。嚟緊陣間會就開15嘅資本市場規劃座談會議啦，咁可能但係亦都係冇乜特別亮點出嚟嘅。咁講翻其實成個中港股票市場啦，雖然今年就升咗好多啦，咁其實但係有好多嘅，因為其實過往幾年啦，甚至去到2022年嘅時候啦，其實都見到 JP Morgan 出個Morgan Stan JP Morgan 出個 report 就話中國股票係 uninvestable 嘅，咁大家都如果有印象嘅就記得呢件事啦，咁就令到成個外資市場其實都非常之睇淡呢個中國嘅股市啦，因為由於政策嘅不穩定性啊、房地產問題啊呢啲等等啦，令到佢哋其實成個倉位配置得非常之少嘅。直到今年啦，就開始上年9月份阿爺開始放水啦，佢哋就開始 focus 翻好，即係關注翻好多關於中國呢邊嘅市場啦。咁但係佢哋個倉位咧依然都係比以前啊，即係2020年疫情之前咧，其實都係偏向少嘅，都冇以前咁多。咁同埋一啲歐洲嘅養老基金啦、捐贈基金啦，其實都慢慢開始探索緊喺香港同埋中國呢邊咧，進行翻啲股票投資嘅。咁雖然短期啦，我見到係港股啦、中國股票啦，佢升得好急啦，但係有機會我哋回吐啦。咁但係中長線咧，其實我哋都係會 keep 住睇好嘅，即係除非就成個環球股票市場就指數太差啦，或者貿易戰方面有更加大嘅因素去影響佢啦。咁講完中國同埋香港方面啦，咁就講翻美國啦。美國方面其實就今年嘅表現都係做得唔錯嘅，Nasdaq 係有16.3%啦，而標準普爾500都13.7%嘅。咁對比起今年年頭，其實佢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下跌啦，由於關稅啊。半導體板塊嘅下跌影響啦，咁其實已經有一個比較唔錯嘅反彈嘅啦。咁其實由最低點去到而家應該有升咗30%左右，我覺得都有 around。咁今年而家比較 focus 嘅就係第一講一啲經濟指數啦，就比較重要啦，就佢個失業率啦，同埋通脹率，同埋嚟緊一個降息路徑。咁陣間會根據呢啲資料提及翻相應嘅一個表現啦。咁好啦，講完呢個環球主要股票指數方面之後咧，就講翻呢個行業啦，同埋債市方面啦。咁行業呢邊就見到依然都係電信服務指數做咗第一名啦。咁工業同埋 IT 亦都係追緊上嚟嘅，就21.7%同埋21%嘅。咁就特別係最近呢一個月啦，其實一啲美股方面新興嘅板塊其實追得非常之厲害嘅，包括 quantum computing 啊，一啲uranium 啊，啲核電板塊啊。另外仲有黃金啦，黃金都係一個最近呢一個月升得非常之急嘅一個 product 啦，咁就見到最近呢個月就開始有呢啲行業係做緊好嘅，咁就見到有一個加速上升嘅趨勢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咁通常呢啲即係例如 quantum computing 啊呢啲咁暫時仲係未有盈利嘅公司咧，但係升得咁急咧，可能都會係一個股市係有一個比較太過火熱嘅一個跡象啦，因為基本上每日都升15%咁樣升上去嘅，暫時見到佢哋呢啲股票。咁而債券市場方面嘅話咧，就會係見到成個債券市場今年其實表現亦都唔錯嘅。咁就環球高息債其實有9.6%啦。咁包括可能一啲money market 嘅本地貨幣，由於佢哋減息啦，得7.5%嘅一個升幅嘅。咁所以其實今年成個債券市場咧都有一個係非常之好亮麗嘅表現啦。由於佢哋本身個風險又唔係好高，提供咗差唔多8厘左右嘅回報，都係非常之好嘅。咁講翻去到一啲就業數據方面啦，咁美國非農就業人數咧，咁就今次10月份即係9月份嘅數據咧，由於美國政府就 shut down 咗啦，咁就導致開唔到啦，咁就唔知下個禮拜即係今個星期五有冇機會開翻啦，咁就係一切都係未知之數啦。咁就講翻去8月方面啦，8月其實佢個數據就比較曳啲嘅，咁就新增咗2.2萬人嘅啫，係比市場預期嘅7.5萬人咧係要少咗好多嘅。咁而失業率啦，亦都係升到4.3%啦，咁就作為2021年嘅10月份以嚟最高嘅一個失業率嚟嘅。咁最高即係同埋廣義嘅 U6失業率咧，亦都升到8.1% 啦。咁就除咗官方嘅失業人數之外咧，仲包括埋呢個希望全職啦，但淨係可以做兼職嘅人啦，咁同埋過往一年咧已經揾咗工作啦嘅群體嘅。
咁就見到其實美國嘅一個就業市場問題係比較嚴峻嘅，開始見到有一啲失業問題開始慢慢反映緊出嚟，係佢嗰個就業市場上邊啦，咁亦都會影響到美聯儲方面咧，佢哋有一個比較強嘅減息壓力啦，去刺激翻個經濟嘅。咁而美國嘅 PMI 方面啦，咁製造業 PMI 咧就49.1%，而服務業 PMI 就50%，都係不過不失嘅一個水平啦，暫時嚟講。而去到 CPI 啦，CPI 今次咧就係、比較高嘅，即係比過往其實見到大家有好似叫翻個回升嘅趨勢出嚟喎，有去到最低點2.3%啦，而家慢慢去翻最近8月份其實係一個2.9%嘅一個CPI 數據啦，咁就係前值咁環比都係增長咗0.4%嘅，係比上個月嘅0.2%咧係高咗2倍嘅。咁暫時嚟講啦，咁就睇翻其實 CPI 亦開始有個往上升嘅一個 trend 啦，去緊3%咗呢個區間，唔知會唔會嚟緊會繼續往上行啦？因為有關稅啊、出口貿易啊，甚至黃金價格啊、戰爭啊呢啲，包括銅價，大家見到 commodity 銅價雖然油價跌咗，但係銅價升為非常之厲害嘅。咁呢啲都會進一步咁影響成個CPI 啦。咁美聯儲方面就會比較尷尬呢個位置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就係佢本身就係想撳低個 CPI，所以去進行一個加息嘅。咁啊一開始減息之後咧。反而係成個 CPI 開始有啲不受控，慢慢升咗上嚟啦。咁而另一個方面咧，就係佢嗰個就業市場咧，都係有啲低迷啦。最近呢兩個數據，咁就有機會向咗一個叫 stagflation 嘅狀態啦。咁大家都即係一個比較難去 control 嘅一個情況啊。即係通脹就不停咁加，但係咧誒人民嘅收入咧就冇點增加過，因為佢失業率都比較高嘅情況。係啦，咁呢個就會係比較尷尬，令美聯儲佢好難比較決定佢話有一個好明確嘅減息啊定加息路徑嘅。咁而嚟緊一次嘅 Fed Watch 啦，即係根據債券市場上邊嘅一個計出嚟一個 probability 啦，就去推算翻美聯儲大家會幾時會減息啦。咁嚟緊10月份嘅議息會議咧，大家都係比較大機會會再進行一次減息嘅，而4.6%啦。而12月份咧係會再做多一次，即係今年可能係會做3次嘅減息嘅。咁就見到但係如果都要睇翻啦，今次非農數據啦，同埋 CPI 數據啦，如果非農數據有反彈嘅，CPI 數據亦都係 keep 住升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係會反翻轉頭啊，可能就冇咁快做一個減息啦。咁但係呢個都係未知，因為今年而家暫時美國政府失單咗啦，咁就出唔到呢啲數據啦，咁就令到我哋都比較難去預測佢嘅決定嘅。咁如果暫時嚟講，就咁睇下，就係因為失業率嘅問題啦，導致到美聯儲有一個比較緊切嘅減息需求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美債收益率啦，美債收益率其實由4.5%6、7月份嘅4.5%啦，已經跌翻去4.1%嘅，咁就特別大家都開始慢慢都會偏向美國嘅長期債率咧，都會偏翻低少少嘅預期係會變翻。好啦，咁講完美國方面啦，咁就講翻中國啦。咁中國呢邊啦，其實嘅 CPI 就整體都係偏弱啦。咁就今次出嚟嘅數據就比預期要差，亦都係跌翻落負區間下邊嘅，係-0.4%嘅。咁今次中國嘅消費是-0.4%啦，而 PPI 指數咧亦都係按年減2.9%嘅。咁主要官方認為啦，咁出現 CPI 按年下跌都係因為上年同期嘅對比基數就高啦。咁如果按翻唔同劃分嘅話，其實最主要受到拖累嘅話就係食品價格。食品價格係下跌咗4.7%啦，而非食品價格咧係升咗0.5%嘅。而消費品價格咧就跌咗1%，而服務價格咧就上升咗0.6%嘅。而 Morgan Stanley 呢方面咧就對呢個 CPI 做咗批評啦，就話食品價格咧暫時係維持 CPI 最大嘅動力啦。咁但係其實 Core CPI 咧都係比較強勁嘅。咁啊主要受惠於家庭電器啦，以舊換新嘅一啲消費優惠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公局嘅一個反內卷嘅一個政策啦。咁就支持翻佢一啲本土嘅一個行業啊，大家唔好再喺度鬥平鬥賣啦，大家開始加翻啲價啦咁樣。咁但係除咗呢啲政府支持嘅領域之外咧，目前嚟講，中國嘅 CPI 都係偏弱嘅，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唔好嘅跡象啦。咁中國係入咗一個叫做通縮嘅一個區間上面，
係需要 even 去不停咁降息，不停咁放水，但係成個 CPI 都係暫時未有一個好大嘅起色啦，甚至9月份俾咗一個市場一個驚嚇添。係啦，咁而講翻 PMI 方面，PMI 方面就有少少好轉嘅，咁雖然都係50分以下啦，咁但係今次都有49.8%啦，咁就比上個月升咗0.4個百分點啦。咁從佢規模嚟睇嘅話咧，大嘅 PMI 咧就51%，比上個月上升咗0.2個百分比啦。咁孤臨界點嘅，而中型嘅 PMI 咧就48.8%啦，比上個月跌咗0.1%。而小型企業嘅 PMI 咧就48.2%，就比上個月升咗1.6個百分點嘅。而講到最近就講翻出口啦，咁講埋出口方面嘅話咧，其實今次嘅公佈值咧係比預期同埋前值都係要低嘅。咁今次就係4.4% 啦，比預期5%要少咗啦，同埋之前嘅前值7.2%都係要低嘅。咁就係由於誒、呃之前一個搶出口嘅效應啦，即係大家都爭住要出口去美國啊，趁關稅之前，呢啲 effect 已經少咗好多啦。咁就令到咧成個8月份嘅貿易活動係有啲放緩趨勢出翻嚟嘅，因為要出口已經出口晒啦，咁嚟緊已經有關稅嘅影響啦，有關稅影響之下咧，亦都係會減低咗出口啊人哋入口嘅，即係美國入口嘅意欲啦。咁見到其實內地對美國嘅出口大跌咧，係有跌幅係不停咁擴大緊嘅。由7月份嘅21.7%啦，其實8月份已經跌咗33.1%嘅，咁連續係5個月咧係有雙位數嘅下降嘅。咁嚟緊甚至乎係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中國出口咧，咁可能有啲轉出口效應啦，即係我哋可能會出到咗去越南啊、去印度啊呢啲低關稅，或者去其他國家、中東嘅其他國家嘅時候，呢啲比較低關稅嘅地方之後再轉售翻去美國嘅。咁但係嚟緊如果美國對翻其他國家有個對等關稅之後咧，咁甚至係可能會針對翻中國出口嘅呢個做個追蹤去做個打壓嘅話咧，咁其實嚟緊都係會對中國出口方面係有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喺上邊嘅。